嚟睇下呢個裝修設計到底有幾好用，完全係360度用盡全部空間，地櫃2層變4層，深櫃空間3面都可以用，物品平鋪擺放一目了然，拎嘢順手，伸手嘅距離啱啱好，靠近使用場景效率高。碗碟清潔之後要絲滑擺放，調味籃要裝喺抽油煙機旁邊，煮飯調味話都冇咁易，廚房唔好倉拖門，拎嘢太難拎。地櫃裝櫃桶先至好用，加少少錢就可以一勞永逸。以前要跪低左揾右揾，而家一拉出嚟，連最裏面嘅嘢都攞到。預算有限都可以裝呢一種簡易拉籃，輕易伸縮，收納更加靈活。食物收納最好用透明容器，唔貼標籤都唔會拎錯。無論係櫃桶裏面嘅餐具擺放，抑或高貴嘅碗碟陳列，垂直空間都唔好浪費。裝上置物層架，邊邊角角都可以用到盡。連一條風都冇浪費，用45度嘅下翻門鉸，再貼上斜口收納盒，改造成逢隙下翻櫃桶。煮飯常用嘅小工具隨時拎到。櫃桶風格同層板一定要做活動式，靈活配合物品尺寸，先算得上係成長型嘅收納設計。秉承呢一種優良傳統，我哋連拉籃都係可以調校嘅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關注我哋。